继续进一步来关心台中大雅工厂大失火，引起2个消防队员不幸过身。台中市市政府调查这栋工厂，伫民国104年8月24查报，是18年4月21号新起的违章建筑。因为是违章，袂当申报公安问题，都要有人检举，才会当拆掉。昨昏大失火，引起2个消防队员失去宝贵的性命，引起了大家搁一届关心违章，也搁有农地工厂的问题。2条人命呢。 互大火烧掉的工厂，搁伫咧处理火气。工厂的负责人来到现场，无啥想要加讲。在查说是违章电阻的部分。怎么发生的？机器有在运作吗？对。不要进来，不要吵房。这届意外烧死2个消防队员，负责人搁赶人，因为这间工厂是违建。我们所查的是这一家工厂没有工厂登记，而且也不是临时工厂，登记也没有，也不是临时工厂。 应该是盖在农地上。烧起来的工厂登记军药公司把无达抓去，生产免洗的餐具。公司的网站做甲真水，产品真济，伫地方算是小可有名。合作的客户大部分拢伫一中甲皇家相款。台中市政府调查发现，这间工厂伫民国104年8月24号，封查到讲是18年4月20号了后才起的违建。也就是讲，伊是伫前市长吴志强任内起好，前市长林佳龙任内查报，现任的市长罗秀燕上任9个月。 发生火烧厝的意外，为地图来看，工厂的边仔拢是残，因为是违建，嘛无受理公安申报，爱有人检举，才会来做优先申报爱拆掉的建筑物。那据我们消防局今年3月多的资料的显示，这2间公司的这个场所呢，是用作仓库还有办公室使用，好，那初步是属于违章的建筑。 市政府讲公司是合法登记的，有咧做加工制作当作工厂无，也无确定。毋过其是台中市为县市合并进程，算到今年9月，查到无贴违建已经有87904件，其中起伫咧产的违规工厂是中央甲地方合作咧查的。自104年元旦开始有注明农地违建的记录，到今年9月，农地违建拢总查到5998件，可能有当作工厂来用，互都发局拆掉的。 干那960件，嘛，互民众真想要想讲，拢已经出代志啊，所以沙无涨实在是互人真害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